5月14日，彼此尊重。經上記着說：弟兄們，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，就是在主裏面治理你們、勸誡你們的，又因他們所做的工，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。你們也要彼此和睦。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2至13節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新約聖經講及教會嘅群體要如何相處，很多時都是雙向嘅教導，即是一個相互關係嘅發展或相處嘅方式。保羅提醒我們，面對在教會作治理嘅、作帶領嘅、教導或勸誡別人嘅，因着他們所做嘅工、勞苦嘅付出，要用愛心額外尊重他們。若是作帶領的能夠以身作則，作眾人嘅榜樣，這樣被帶領或被服侍嘅，就會樂意甘心用愛心額外尊重敬重他們。因着生命影響生命，教會眾肢體就可以進一步學習彼此尊重、彼此堅固、彼此扶持，在愛中彼此建立。教會群體也得以逐漸學習維持一種彼此和睦嘅關係，乃是正常教會必須有嘅光景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曾說，照着你的形象造人，使我們得享你尊榮嘅樣式。然而世人不都有敬畏你嘅心，以致不會尊重別人，很容易便以辱罵還辱罵，甚至咒詛那照你形象被造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能夠心存謙卑，能夠看別人比自己強。求你教導我哋要勒緊自己嘅舌頭，因為舌頭在百體裏雖小，卻能說大話，侮辱人，是不止息的惡物，滿了害死人的毒氣。因此我哋要奉主嘅名棄絕一切言語和態度上嘅輕視和放縱，叫我哋行事說話都有主嘅樣式。主啊，我哋都要有一個敬畏神嘅心，才懂得尊重那照神嘅形象做嘅人。因此我哋要離棄藐視，卻要與懂得敬畏神的人同行。主啊，我哋更要敬重那些為我哋勞苦，在主裏邊治理和勸誡我哋嘅同行者，要因他們所做嘅工，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。主啊，甚願我們透過彼此尊重、彼此堅固、彼此扶持，在愛中彼此建立，得着同心同行嘅恩典，並且顯明我哋係敬畏主嘅人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，我們當以基督為榜樣，心存柔和謙卑，懂得提醒自己跟從基督的腳蹤。